我来看宜兰市甲罗东路边即马有设300外的智慧停车格，不过所有人发现讲，就算是伫咧尖峰的时段，嘛无人会来停车，因为有民众反映讲，这纳钱的机器清载出问题，所以致使民众拢唔敢去拆车。官府讲已经有要求业者赶紧来处理，改善这停车收费的问题。 上下班时间，路边的智慧车架无啥物车伫停。宜兰县的宜兰市甲罗东镇这市区有960架路边的停车架，近年来未少改设置智慧停车架，取消临港的收费，最已经设置311架，估计今年搁再增加189架。也毋过这停车架确实有民众讲缴钱无方便。不要在这里缴，这里很麻烦，那个机器很老。那机器不好用这样子。对对，是它的缴费方式很多种，你会觉得说它应该要标示清楚。应该要吧？啊，不知道要怎么缴费啊？民众讲，这智慧车架用机器饲的方式来缴钱，常常反映真歹，也有各种的情况。原本路边停车架自动扣钱的方式真侪种，变新的智慧停车架了后，是毋发度这种功能也无清楚。民意代表要求市府爱改进。我收到的民众陈情是，现在停车格在那里空着。 人家都不敢停车，因为不知道怎么去缴。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来加强宣导哈，那把相关的可以透过线上支付扣缴的这些业者哈，那在我们的现场也让民众能够知道哈。县政府讲已经要求业者年底之前全部改做市卡的方式，也若这的智慧停车架也拢甲电信业者相关的支付系统的业者签订合约，应用来绑自动扣钱。这部分会伫停车架附近加强宣导，让民众更加清楚了解。记者孙华报道。